大家好，我係龔敬樂醫生，係家庭醫學專科醫生。事實上咧，任何人都有機會出現貧血㗎，其中咧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咧更加係貧血嘅高危群組。根據衛生署嘅調查咧，本港育齡女性嘅缺鐵普遍頻率咧係17.5%，而65歲或以上嘅人口當中咧，亦都有11%嘅人咧係有貧血，而小朋友咧就有0.5%有貧血㗎。外國嘅研究發現咧，男性嘅睾固酮啊，即係 testosterone， 其實係會影響我哋身體製造紅血球嘅能力㗎。隨住我哋嘅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咧，男士身體裏邊嘅 testosterone 水平咧會一路下降，令到製造紅血球嘅能力咧都會降低，導致貧血。另外咧，貧血亦都係唔少慢性感染啊、炎症啊或者癌症啊、嚴重疾病嘅初期症狀。如果當我哋患上貧血嘅時候咧，一般病人會出現一啲覺得好攰啊、手腳冰冷啊呢啲情況。嚴重啲嘅咧，甚至會出現呼吸困難啊、心口痛啊、心跳快啊呢啲問題嘅。治療方面，首先咧，我哋要揾出男士貧血嘅原因㗎，排除一啲嚴重疾病。如果原因係因為個睾固酮水平下降嘅話咧，醫生可以透過打針啊、皮膚嘅一啲貼啊呢啲咁嘅方法去補充翻病人嘅 testosterone level。另外咧，醫生會建議患者咧進食一啲高鐵質嘅食物啊，譬如話牛肉啊、菠菜啊。咁但係有啲素食嘅人士咧，我哋甚至會處方一啲鐵質補充劑㗎，去提升翻身體鐵質嘅水平。療程咧係需要幾耐咧，就要睇下病人本身嘅貧血程度啦。一般嚟講咧，正常男士體內嘅血紅素蛋白咧，大約係13度，而服用呢個鐵質補充劑咧，我哋大概每個月咧可以提升到1度。曾經咧有位男士嚟睇症啦，佢平時就話自己好健康嘅習慣，咁但係幫佢做身體檢查嘅時候咧，就發現自己原來有少少貧血喎。後來再問多少少咧，就發覺佢大便有血啦，原來係痔瘡嘅問題，導致身體長期出血嘅情況。加上咧佢成日食好多菜少肉咁嘅習慣咧，就令到貧血惡化。要根治呢個貧血嘅情況咧，就要先處理好佢嘅痔瘡問題。我哋處方咗2個月嘅鐵質補充俾翻佢啦，咁令到佢嘅貧血情況咧，大致就可以回復翻正常噶啦。兒童患上貧血嘅主要成因咧，可以分為2類㗎。第一類咧就係可能有病啦，譬如話甲狀腺紊亂啊，呢啲會導致貧血㗎。第二類咧就係一啲女仔啦，當佢踏入青春期嘅時候咧，佢嘅生理期因為月經嚟到啦，就會導致貧血。喺一般情況之下咧，醫生都會先揾出小朋友患上缺鐵性貧血究竟係咩原因先㗎，然之後再評估呢個貧血嘅嚴重程度。如果血紅素蛋白係過低咧，就有機會需要入院接受輸血嘅治療。而喺飲食方面咧，我哋都需要特別注意㗎，要食翻多啲鐵質高嘅食物啦，包括紅肉啊、菠菜啊、其他蔬菜等等。另外咧，吸收足夠嘅維他命 C 咧，都可以幫助佢哋吸收更加多嘅鐵質嘅。如果有需要咧，醫生都可以處方一啲鐵質嘅補充劑。而家市面上咧其實有2種嘅，一種係2價，一種係3價。目前咧2價鐵咧係只有藥丸嘅配方，咁對於一啲比較細嘅小朋友咧，好難吞到落去㗎，而且咧佢會出現一啲便秘嘅問題。3價鐵咧吸收率比較穩定，而且市面上咧有啲兒童配方咧係一啲滴劑嚟嘅，咁變咗小朋友咧更加容易吸收到啦。曾經有位12歲左右嘅女仔啦，嗰陣時嚟睇咧係普通傷風感冒，咁但係睇佢嘅時候發現佢個面色好蒼白，咁順便抽埋血咧，就發現佢嘅血紅素蛋白咧得7度嘅啫，係嚴重貧血嚟㗎。後來我哋再睇翻多少少咧，原來佢同一時間係患上肺癆，2樣夾埋咧就變成一個比較嚴重嘅貧血。要根治佢個貧血咧，我哋首先要處理好佢個肺癆啦，而且要入院輸血㗎，補充翻身體足夠嘅血紅素蛋白。
同一時間咧需要補充翻佢嘅鐵質啦，先至可以改善佢貧血嘅情況。